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做按摩行嘅中间，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乜可能白话语文呢？大家都會知得，樣板講就樣板寫，安啦哈。另外呢，大家都知得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業吧，都有不同嘅語言、文字嘅文語。同時歌曲詞方面嘅用法嘛，也有多少嘅不同，所以研究客家白話語同文啊，要有法度、深度、正確度等三度專業法度研究主權好寫客家白話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大家多聽我嘅錄音，多看這個注解本文嘅注解，多看本文多讀。所以客家白話語文啊，自然語言就會通順來知得一個樣嘅寫，就樣嘅講安尼嚇。今日要同大家所報道嘅呢，就是講啊，在一個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小嘅教員地圖裏有36個一個塔墩啊，塔嘅墩那個意涵，就有田裏土地的人，有福氣。能得得到，失去田里土地的人，你是得唔到嘅。一個報道，本大家嚟做個知得。後來請看本文，一個內埔縣，屏東縣內埔國小，客家生活空間養草設計啊，景觀性是客家情。從事客家文化教育專業的工人，明日早晨連暗操場上，鄉親成群結隊來做運動，並欣賞有高度客家文化氣質、有認真的教員。同時，內埔國小創立講堂嘅師堂教師啦，又有客家委員會補助免費嘅客家傳統歌謠班、客家白話語文班，有歌唱與讀書嘅客家生，運動平衡又有快樂嘅笑聲。內埔國小無形之中就變成社會大學嘅樂園。屏東縣內埔國小辦學兼顧社會教育嘅精神，出得眾生坎坷謙卑。內埔國小校長鍾炳強先生一再感謝禮拜承蒙中央客家委員會大力支持客家生活空間養草嘅補助，以及鄉親大家欣賞來善用一個建設。根據採種嘅理想鄉親之稱，鄉親大家欣賞嘅教員嘅養草，相當於高度客家文化嘅氣質，怪唔得早晨連暗按多鄉親入教員來，見欣賞見體會，創立現實文字之中嘅道理來進修切家，掠到文字對人嘅精德修養相當好，非常有學習嘅價值。另外，理想鄉親同時支稱，今前內埔國小為了教學嘅需要，特別設立《孫子兵法》36個嘅處頓，做在教員地圖裏，本大家來了解乜嘅按到《孫子兵法》36個一個就有一個處頓，有36個處頓，所以理想鄉親。時常自家單人坐話在嘅，經常見面來到處頓各處頓嘅土裏
同社会以及政治等等，样板会变啊安排，亲像民营街、区域街，但是你不向嘅乡亲讲，民营街、区域街，安尼用吉他机哈，那系唔详细来了解。相信唔是量下书办就会本人念来落读者，你本人适合。所以内部国小设立白列个《孙子兵法》36家嘅初段，相当有意义。希望大家识透了36家规家所在，那唔会本列到废止海毒来骗党。然而，休闲部乡亲，内部乡调解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指出，内部国小创立共同入后南片有一只后尾骑在一条乌一条白的斑马行，马嘅很多，马上封后话，经济排文所写，系鼓励大家按样板来求公明利禄，但系列个操行颠倒有考试现下，无土德、无技术、无学术嘅太干而太符合，而来见识世上人，爱有得天地土德嘅人，有福气嘅人，能得得到像一种干旱享受，但是天地土德嘅人啊，实在做无福气得得到嘅概念，所以就排斥一个所写嘅语言相当有道理，也就系在内部国小教研地图里所写嘅很多嘅事宜，嚟本大家嚟做个学习，嚟做个了解。另外本报道就讲屏东县，另外讲屏东公嘅牛头马面，系民间所称呼为鬼才，负责捉拿大量用书中了为亡魂到地府审判的官差。一般人看到、听到都会讲，以世界嘛被同时尊敬。但是屏东市公园西南角入口处啊，塑造摆设有民间严谨的马面鬼才，造成假币阴沉，无人按不头，无人敢行检。对于快乐公园系没有跌当咯，也就系新闻的报道安尼吼。后来一个报道底下本文学语文有施永强的注解，真正讲啊，好些咧，好些嘢啊，就妥当了。这个老就是顺看，傻就是人人的意思，得来得就是可以得到，得来得，看来得啊，一个得呢，有是连音字，是连音词啊，前面是讲动词、形容词，一个连音词体系上嘅同在世的用法是相同。在世前面是讲名词，冇做动词，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连音词多多的了解，安尼哈。好，一个本文学语文施永强嘅注解，一共有16个，希望各位乡亲慢慢的读安尼哈，了解语言语文嘅用法，去采纳这个。后来再请大家来看一个图片，
屏东县的五国小周胜林暗个操场，乡亲成群结队来做运动，并欣赏客家文化气质等真的教育，也就内部国小。第二呢，就是内部国小创立的讲堂，也就是师堂教室，有免费开课一个传统歌谣班以及白话语文班，变成社会大学的乐园一样啊！也是就在民国106年嘅105年嘅时间啊，这个报道。再讲公民利禄第三个图，万万不可抢嘅就系为样啊！木后家干还是系为哟啊，系为作物嘅生物，同时还是系为，所以说一个图。看板这个马上封后，这个后尾就骑马来做封一个官位，看来可以还是后安尼啦。对社会上有个警示作用。再看底下个一个提示个，列则后尾虽然是精灵善用，孙子兵法36个，但是幕后加干啊。奇才无拍嘅斑马行啊，还是后嘅啦。一个就会讲啊，来考试社会、警示社会哦，一个问题。第五个呢，今年善用36个嘅后嘅，头行是带个那个官帽，带下讲讲哦，松土带等专业视线来保护个重点。看一个图呢，就可以了解个人嘅本质有何以从业为安尼哈。再看第六个呢，就是阴间牛头马面，专是作哪用嘅呢？是托是得打，随剃头审判与处罚哦，一个图样啊，一个就叫武场、压武场啊，牛头同马面。一个就是体肤为感染啊，一个所以俺们相信，庄家有讲过按不头啊，自此以后到5点，一个有人还明明的，也是同大财户唔好随便建议呢，哈，也就头白嘅一句话，因为讲过按不头，有严谨嘅牛头同马面啊，来捉拿一个严谨嘅一个书名转体肤。好，第7呢，就是讲屏东市公园西南广义派出所摆设有严谨马面，作善用36规格嘅筷子，造成假皮染色模人咁行减安尼吼。好，一个大家看到内部嘅时候，都哩啊。将《孙子兵法》36个有36个处顿啊，一个本大家来做个欣赏，来体悟一个36个啊。但是希望各位乡亲可敌不可运用的规格啊，也36个，但是敌那么不人骗到，那么不人练到，那么不人还好，再看一个大侠，屏东县内部个时天爱。天内人外一个室外一个处顿36个，一共有36个啊。一个每个呢，天个讲啊，天托住圣诞节，漫天过海，为爱救潮。第3，家道10年。第4，一一太牢。第5呢，趁火打劫。第6呢，山东。吉时哦，一个就是讲啊，36个有按多物嘅素材，有按多物嘅嘅安哈，一个是用国语文章所写嘅，所以用客家话读讲嘅呢，係咪有個目的當嘅素材安哈？啊，這個無中生有啊，這個第8呢，暗土成藏，第9隔岸觀火，第10受理長道，第11。離台投降，第13第12
迅速强扬，也全部都不正当的方式安尼哈。再看那公正方大错江山，第14家事纷纷，第15调虎离山，16群欲擒故纵诈尸병害啊，第17炮阵引玉啊，炮阵引玉啊，18擒贼擒王啊，擒王。然后切了，然后切王安尼啦哈。再看第4个分餐机，附带初心20，浑水摸鱼啊。第21金山脱壳，22呢关门作贼，23人群进攻，人教群攻，第24假托就是加入个发角啊。好来看一个第25到30，一个是兵战机啊。第25头两文珠，26呢智商盐酸那个酸马亏。第27价值不典，28商务出头耶啊，出头。29呢书上开花。第30反客为主安尼。后来再看到第6套就是排战机哈。第31民营机，第32呢空上机，33反间机，第34苦肉机，第35连环机，36也就讲啊，头前35个用模去了，就走上为策安尼哈，走为上策一个技巧。大下这个其他集团惯用的伎俩，也就是讲呢，气候偏差连塔炸流啊，流炸，希望各位乡亲也不杂事呢，非常的重要客家诗哈啊，气候偏差这个连塔流炸，但是塔呢，在内部方面讲差啊呢，所以大家要做注解哈。小说有一个气候偏差连塔炸流，也8个啊，能算有财产有精通一个小说的人家安尼哈，所以我们做事情我有凭良心道德来做事情，人可以莫讲啊那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来做，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造福气之人。能得来的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文。以上是望大家感谢你，再见。是望按自西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